啊！我被人家暗算。我让你拿，我拿完还在拍啊？不干。太厉害，根本拍不到什么东风，好不好？爱心，爱心，我也在拍。 人袂拍，你先拍。欸，我先甲拍的，我你边遐吧。看有啥物知名演员啊？我飞厝要啉。无啦，无迄个建春较早迄个蒙迄个建春迄个模样。你讲你甲出2万哦？我就叫我出2万。啊，伊是另外丢袂你啦，对无？ 可能我家遐个还有古早迄个60年代迄个味哇。无啦，即摆要卖啊。啊，你说你甲出2万？我出2万。三马地，对啊，坏啊，个补啊，三马地道。三马地道30岁。太有嘢啦。 无啦，地道无咧画啦。青条来无有啊？有啦，那边，那个怎么拆掉了？没有，怎么拆掉？拆什么？啊？哪有拆掉？没有拆掉，那是干什么？不是，在拍片。哦，拍片了。对呀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拍片了。这几天跑去哪里了？哦，我这几天哦没有去哪里生病。人不舒服啊。哎，个落腮，个咳嗽，哇。最近的感冒都这样。对，因为那下雨天哦，又冷，可能是衣服穿少了。衣服。哦，要那个味道。对啊，他连小时候那种变色来一下。哦。他以前好像是动力圈，以前是住虎尾，小时候。是泸州啦。泸州虎尾啦。阿滨州嘛，他最小的时候是那边，然后后来到泸州了。哦。你要饲长颈，你巷仔内底味道袂歹，因为是要饲这长颈。哈哈，哎呀，哎这。你是要饲长颈。那个阿英的那个车子。日本人讲日本话的可以够的，日本的。没啦，我去泰国，我
就是拍片那个，你这我看预算有限，我嘛是预算有限。今年可能我觉得你听。2000块片。因这可能10周年了，去世10周年了，最近死袂少年啊。40年啊。10周年可能要纪念一款。几年啊？几年啊？几人见。今日都算好天。那个飞利浦的那个不是那个，Fuji 的坏掉了，他说 CCD 坏掉了 ，CCD 呀 CCD 是什么 ？CCD 影像啊？啊？影像吧？有你弟弟都晓得，他真的行家。CCD 是影像没有错。他说要去那个富士饭的话，一个要4000多块以上。那就不用了。你把它当做那个零件拆，把它玩一玩就好了。当做年修。因为那个富士的他给我照。那台是好的吧？那台好的，为什么会转来转去啊？那个照片会转来转去，什么意思？那可以翻啊，那可以翻过来翻过去，可以啊。哎呀，我不要它翻怎么样？那你要调。要调啊？要调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你会调哈？拿来我帮你调。哦 ，OK， 我不要给他调，不要给他转。对啊。因为我转来转去，我也搞不懂什么原因。你有，那你可能是里面控制的那个。那台是好的了。哦，可能插的没有弄错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拿来给你调。这个好。那个电池买一买就可以了吧？那个。而且嘛都无话题。那电池我用那个充电电池了。我用充电电池。人还不少呀，人越来越多。这光是拍一个场景要动用不少人。这每一个都领钱的话，你看每一个人拢爱领钱，你看，一个这对啊，一个这个。那袂翕我先甲翕。哎，你徐总干了？叫我当然知道，没时间了。你徐总干了？哎，出国，我等听好多他等啊，我昨问我这个，进行的时候一包几多呢？好，一多少多？他说拖2年。可以拖2年。类似吧，找类似吧。有用的。这也不清楚。有便当啊，拄仔毋是讲咧抗议讲无便当。那个一定要有。啊，阮遮看伊哪会无？这看戏的应该也有。看戏的。迄个是倒来遮？是，我迄边。哦，我看伊拢伫迄个东门一顶啊，你卖啊？迄个林荫街啊。基本拢咧油脂啊卖。我嘛捌甲买，迄物件无好食。做了怪怪啊。啊，无好食。点仔苦苦。无啦，伊个物件吼，走无紧。啊，你是讲更嫩去的哦？对啦，我感觉无好食。妈，这个人看起来真像他妈邓小平啊！五短必有一长啊！
这叫日光浴。你看，很舒服，这样坐着很舒服，尤其坐在路正中间。没有，你还可以躺在地上。这么多年只有这一次而已，可以把路封起来。平常还不可以这样做。对呀。哎，我有弄发胶，有没有感觉？哎，不好啦，你还讲啊，管自己家，阮家家了会遐水。会使讲，讲得起，等恁脱开，晒太阳晒落去。对啦，了伊啦。钱财我给啦。卖落锅啦。很舒服，这个太阳光刚好。哎，邓丽君10几年，20年。包啊！馒头啦。可能是到那个在中野买的。那个女的应该是邓丽君的。小时候演她小时候。演她小时候，小的。日本女孩子。那边喷这些。やっていますよ。你讲伊在健身长大了吼，还卖馒头啥物？因较早囡仔时阵是卖豆奶，厝内咧卖豆奶啊。是啊，对啊，郑丽君兜。啊，这个囡仔个古锥，了到迄个神迄个形，行了，有行嘛？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应该细汉嘛，古锥啊。应该。伊细汉的童星啊。他从好像12、13岁就开始唱。对啊。啊，早咱有保特。你人管有啊无？靠！你袂记甲翕着，你免惊啦。亚辉，你先唔要飞去。それでうちの会世界一押し商売したら嫌だねって止まって「やろう」って言いながら向こう見たらお父さん一生懸命こうやって「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お父さんは頑張ってくれてるんだよ」って言うんだよ。你再快一下。じゃあ行きま哎，怕那用力。日本人拍。日本人拍呀。都会嘛日本人。拢日本人。どっか曲がってくる。伊这电影是连世纪。应该是纪念他的专辑。
くよ。はい。いきます。我以前跟那边试那个几周年，皆さん頭マントを取るわ。せーの、ドン。あのマントやだろ娘に歌で稼がして楽してる大親父って。很像，很像，真的很像。啊，勝手にね。可能坐做因老爸讲，你早間去唱歌，做咩？お父さんそれで頑張って對作ってます。はい、取ります。頑張って作ってる。我都要甲錢啊做一個係無？見ましたか今みんな見た？係只當都袂入去啦。做一個要安怎做？我家照伊啊，你摕開斷去啊，你暗時啊。どうしようかな。その今のマットこれ。ね、いやこれで。もう一回やります。もう一度いきます。一個出すのでもう一回返します。もう一回いきます。俺が全く何を喋ってるか分からない。いきます。俺また読んで。じゃあ喋んない。いや、じゃあ喋ってください。いきます。せーの、ドン。お父さん頑張ってやってらっしゃいます。最初のセリフが長い気がするの気のせい。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。哎，我讲话讲趁3千，我讲话讲1千，那个3000块。没有，他说，他刚刚在那边讲，他们高级厂高医院。他们在对话。对，对话。对啊，你咧讲。因为大陆来啊，乱咯。啊，伊去唱歌好啊。哦，对位的。我讲话3千。可能。我讲话1千。咁大陸啊，等你轉。做囡仔，他咧攞酒建村。攞酒啦，我是哪咧攞酒啦？三重嘛。泸州啦，泸州。哎，是山林坡吧？山林坡啦。是吧？泸州。阿辉他们那边没多远。泸州啦。阿辉他们那边没多远。泸州了，那淹水啊。不，三重他妈我进去看电影还好，出来的时候水就淹到这里。啊他妈讲说泸州了，书上有写。跟阿辉他们住没多远。是吗？是阿辉那边。我这跟厝边啊。但是三重待了好几年，我在离附中啊。你三重有我熟吗？我读初中在那边读的。正义南路、正义北路，读的街。迄个第三银某啊。银某也有啊。系啊。1500。伊只现场叫较贵啊。安尼叫我来抬，因为卖猪肉较差不多。屠夫，叫伊大家洗澡就好啊。我爱开灶，我叫伊开灶。啊，伊那咧困啊，在咧困。就化的。因若无讲，伊在练。他们应该先排一个说，你这边邻居吃饭哈，到时候配合度会好一点。你讲啥？你大家排一种这样讲过来，小小通
临时演员就不用那么多了，这边都随时都可以配合。变临时演员更容易。厝边斗看才有人会吵，这屠夫会使。图啊，巴肚大大，你唔知？你也是会使啊，你靠遐你叫。我叫我想。这有什么作用？它是轨道啊，摄影机会跑轨道，要跑的轨道哦，是。他那个找成本怎么做？找成本。我都在边刷照。练啊，伊无拍，伊刚拍一点行啊。他角度不要切到那边就好了。